然后就是我们第二个这个课盘的话呢，就是以疏忽他人而这个赞叹呢，就是以疏忽这个他人而赞叹。那么这个宋词当中这样讲的：丁尼三宝，烟影木，竖指当胸无言，庄严无语诸方论，自知光芒普萦绕。那么这个杜牧，那就是实际上是，就是说，它是一个就是绿杜牧啊，就是也是，嗯、就是他做的这个三宝树印啊，就是三宝树印呢，就是右手呢，就是也是这个绅士树印，这个左手的话呢，就是在这个胸前呢，应该所谓三宝树印的话呢，我们经常看到杜牧的这种这个无名指和这个拇指呢，就是刺着这个莲花的画柄就是然后其他的三指呢，就是一直这个竖立着，就是这个叫做三宝素印。那么这个三宝素印呢，就是赤子就是这个莲花就然后这个莲花上面呢就是有这个法轮就是有这个法轮，每一个杜牧的这种书印和书印基本上是相同的，但是呢它的那个发起呢。尤其是左手的这个发起呢就不相同的，右手的话呢就是基本上都是一样的。然后这样的这个杜牧呢，就是他会这个庄严，或者是疏忽呢，所有的就是一点都不剩下的就是方论，就是方论的话呢，那么就是四方这个或者说方圆，就是所有的这个世界就是所有的这个方的和就是圆的，就是不包括的呢都没有，就是那么所有的这个世界呢都会这个保护着，就是这个我们也经常提到的这个绿杜牧现在很多藤刊里面看到的是，就是这个年画画板上面呢，就是没有其他标志的，也是绿杜牧，就是这样也比较多一点的。然后有些呢，就是没有画板的，直接就是拉着这个什么那个标志就是也有这样的。然后杜牧自己的这个光是身体的这个光呢，就是萦绕着整个所有的这个众生他所保护的这个所有的众生呢，通过这个杜牧的这种光来这个疏忽。我们自己也观想，就是遇到一些痛苦危险的时候呢，通过这个杜牧的加持，就是然后呢就是疏忽自己，保护自己，然后呢就是普照自己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这种功德也是特别大就是功德这个特别大，就是所以呢，我们这个修绿度母的人呢当然也是在汉地的话呢，就是在历史上也是优势也有一些，就是只不过是不像那个像藏地一样的，尤其是在那个张家过世的时候呢，据说是这个杜牧法门呢，就是在这个皇室就是在这个宫廷里面呢，就是非常这个兴盛的。当时那个乾隆皇帝的这个母亲呢，就是她也是修这个绿杜牧的，就是说是在现在的这个雍和宫当中的话，那就是也有一些这个绿杜牧的这些这个非常旧的这个唐卡，就是这个文物的这种唐卡。那么这些唐卡呢，不是现在那样的这个书画的，就是应该有很多的这个比较。就是怎么说就是那种这个材料呢，就是拼做的，就是那样的，就是当时也是在这个历史上是非常这个出名的就是乾隆皇帝的母亲呢，就是特别对这个杜牧法门就是有这个信心的然后在我们这藏地的话呢，就是最早的时候实际上应该是那个就是尼泊尔就是那个慈珍公主就是她带来的，就是据说是藏地第一个杜牧这个发相呢，是她带来的。实际上文成公主在唐朝的时候上去的时候呢，也带着一个杜牧尊，就是我那天说是我们现在那个市区就是甘孜州的市区现在有一个专门杜牧店，就是叫做南卓马拉康就是丹阔，就是丹阔是原来摩彭仁波切在那个圆寂的那个地方摩彭仁波切圆寂的，原来我们去过，就那个地方的话呢其实那个地方还是就是出现特别多的高僧大德的一个地方。那这里呢就是当时这个那个杜牧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文成公主这个上去的时候就是经过这个地方，经过那里呢，就是到了那里的时候，那个杜牧呢就是不肯就是走，就是然后他就说话，就是待在哪里，就是他说是我待在这里度化众生，我不去这个拉萨了，就是拉萨气候太不好了，会高山翻译，就是如果高山翻译的话，听课的时候也迷迷糊糊。
头痛啊，就是有些那个啊，我尽快讲完啊。啊，我们监考班是就是这个很认真的听着，有些句式的话，那可能有点高山反应，头痛啊，然后心脏不舒服啊，一直到处都摸着，所以我的心也是在按照你们的收音，就是去晃来晃去，晃来晃。嗯。所以当时那个就是说是这个那个地方呢，也是一个特别好的这个独木像啊，就是但是藏地就是最主要的这个独木法门最兴盛的话呢，就是从阿底峡尊者开始的。其实阿底峡尊者，你们不知道去过拉萨没有？原来法王如意宝去印度的时候呢，上去的时候90年，就是当时去这个拉萨，去拉萨的时候呢，我们路上这个要接近到拉萨的那个地方呢，捏汤。啊，就是以前那个阿底峡尊者，还有那个中敦巴尊者，就是在那里就是待过的，就叫涅汤，就是杜木殿堂，就是卓玛拉康啊，就那个地方，你好像拉萨城还有大概是20公里左右吧，就是在那个地方呢，大概是阿底峡尊者是应该是1046年，就是到了那里的，然后呢，阿底峡尊者在那里待了这个9年啊，就是大概是1054年还是什么时候，就是在那个时候呢，阿底峡尊者就是实现这个圆寂，实现圆寂以后呢，就是也据说是这里留下了很多阿底峡尊者的遗骨档，就是非常有殊胜的价值品。然后在那里呢，就是就当时的已经建了一个杜木这个殿堂啊，就这个杜木殿堂是在拉萨那一带的话呢，就是无人不知道的，非常有这个价值力的。以前上师如意宝都是亲自到那里去，就是开光啊，我们这个一起这个祈祷啊，就是也有这样的。希望以后啊，就是去这个拉萨的时候呢，就是应该问一问，就是捏汤在哪里？就是捏汤是就是很近的。然后这个杜木这个殿堂的是寺院很小的，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寺院的是不是很大的，但是那里确实是有特别就是有历史的、具有价值的这个杜牧的这么一个殿堂。因此，那个在我们藏地来讲呢，应该说是也是比较多，就是汉地这个雍和宫呢，就是应该也有这个很多杜牧的这个特别珍贵的这个像就因此我们平时祈祷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通过怎么说啊，就是通过一种这个就心性来这个祈祷，就是通过心性来祈祷的话呢，就是包括就是我们现在有些人呢，就是特别严重的这种疾病的话呢，就是也是可以就是治疗的我什么时候看到一个故事就是说就有一个人的是已经这个得到了就是胃癌，就晚期，然后呢他都特别的这个失望，就是觉得没有什么这个意义了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但后来的话呢，就是他在这个好像是一个梦当中吧，就是一个梦当中的话呢，就是身体完全是一个绿色的，然后呢人来就是开始说他，就本来他是一个新加坡的就是商人，然后新加坡他就就专门开海鲜的这个。过那个餐馆然后呢，就是那个绿色的这个母亲，就绿色的就是妈妈呢，就是告诉他，就是最好你把那个海鲜的罐海鲜的这个餐厅呢，就是罐然后呢，你好好的这个修法，就以后呢，就是不会有什么这个通过。后来呢，就是他就觉得是有点那个就是奇怪，就是后来有一次他就到一个佛教的这个常用就一些买卖店就是到哪里去的时候，他发现一个绿色的这种杜牧然后呢，他当时就是在梦中看见的这个绿色的这个就母亲一模一样的，然后他就突然就开始叫起来，后来他就亲了这个佛像，然后据说呢，就是在新加坡就是建了一个那个道场，就是然后他的这个癌症呢，就是也是这个不愈而治了，就是全部这个好了，然后后来他通过这种方式来，就然后治了就是很多，就让他们大家就是特别严重的这种癌症患者的话呢。
呢，要去让他们修这个六度末法啊，去居所色。我在以前其他的这个故事里面看到的，就是应该是真实的吧，就说是200多个这种患者的话，都是已经这个痊愈了，就是说是非常有这个价值的啊，就非常有价值的。所以呢，我想就是想得到这个长寿也好，想得到一些这个快乐的话呢，就是的确是度母法门是特别殊胜。以前那个贡布巴尊者的一个上师吧，就是噶当派的，就是特别这个修行好的一个就是大德，就是他在这个晚年的时候呢，就是很想这个弘法利生，但后来呢确实是出现一些这个疾病，就是接近这个圆寂。那个时候呢他就后来就是有一些这个好像什么因缘，就是让他这个修度母，然后他度母这个修了11个月，11个月以后的话呢，度母亲自已经显现了。显现以后呢，就是说这个他的宿命呢，就是在这个延长这个10年，然后呢，他就非常欢喜的。后来就是到了60岁，60岁的时候呢，他又不断的这个修啊，就是然后又见到了，然后他宿命有让他造这个度母的像，就画度母的唐卡。还有这个造像，就这样反反复复的，一直这个活到了95岁啊，就是95岁。确实，我们有些现在世间人的话呢，对这个长寿啊、发财啊，然后这个家庭幸福啊等等，就是这些是，确实也是作为凡夫人来讲，这是对他来说是比较这个重大的事情啊。我们说来世解脱的话，那就是他就觉得说啊，来世反正到时再说吧，就是现在我这个家庭，现在我这个生活变好都是多么好啊。那这样的话，诸佛菩萨的加持是不可思议的，就是大家应该通过这个念诵度母的话呢，以他的这种微光呢，就是这个帮助自己，就是也是前出就是各种这个为缘啊。当然是这是有心性的人来讲呢，就是确实是会感受这些的。如果一点这个心性的没有的话呢，当然是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